2026年第二季 Java 再度發功。當 Java Leo Carbon 20寸車架密密生產緊嘅時候，20寸鋁合金車架率先發功，用 Carbon 大約一半嘅價錢，你就可以擁有呢部雙色設計嘅 Java Leo。眼前嘅呢一隻色係20寸鋁合金架咧，首度生產出嚟嘅雙色設計，以令泰色作為成部車主軸嘅顏色，再用啞黑色咧作出一個強烈嘅襯托對比。呢部作為高階少少款嘅碳纖前叉款式咧，今次 Java 都有將呢部車作出少許嘅改動，記得留低繼續細心欣賞。牙盤方面咧，同所有 Leo 系列一樣咧，都係用上50指嘅中空牙盤。16寸嘅車採用165mm 長嘅曲柄，好似圖中呢款20寸咧會用170mm 長嘅曲柄嘅。經濟少少嘅鋁合金前叉版本係採用 Shimano Altis 波腳，配合 Shimano Alivio 嘅指撥。而雙色設計嘅呢款碳頭叉版本咧，係採用高階啲嘅 Shimano Kills 波腳同埋指撥。呢一種波腳可以容納更大齒數嘅飛輪，所以原廠幫你升級埋11至40齒嘅飛輪，成部車嘅上斜能力同12速電變版本睇齊，可以話係一大嘅升級。中意踩大斜路嘅朋友，呢部車就肯定啱晒你啦。Shimano Kills 嘅指撥，個人覺得佢手感都相當唔錯，指撥嘅兩粒掣都幾好撳㗎，而成套變速系統經過調校之後，上落波咧都相當準確、舒暢同埋容易調校嘅。佢嘅碳纖前叉咧係採用令黑色嘅車漆，再配一啲類似蛇皮外形嘅設計，相當之有風格。另外部車嘅前半部分咧係採用啞黑色嘅材料，係有一啲磨砂嘅手感效果，亦都非常具有質感嘅。再 zoom 近少少睇咧，你就會見到車架上面咧明顯會有啲火粒感嘅效果嘅。去到車架嘅後半部分係採用令泰色嘅車漆，同之前出過嘅泰色佢嘅車漆係一樣嘅，望落去有啲銅銅金金嘅感覺，帶有金屬感嘅效果。兩隻顏色撞出嚟有強烈嘅對比感，但係襯落去咧又唔覺得會有違和嘅感覺喎。我自己就好中意呢隻襯色啦。可能406 20寸 Carbon 嘅暗影胎灰咧係佢最賣得嘅顏色之一，所以就將呢種襯色融入落20寸嘅鋁合金車架殺入嚟市場啦。望穿秋水幾個月，一直都期望 Java 咧幾時先會俾一張軟熟嘅坐墊俾大家呢？咦，今次開箱竟然發現佢哋換咗另一款嘅坐墊喎，對比起之前嗰張硬板凳咧，佢有跳級程度嘅改善。雖然佢唔係厚身嗰種 seat 位，但係望落去咧，明顯有一種軟熟嘅感覺，真係要俾個 like 佢。好多車友咧一買部車嘅時候就話我想改 amber， 我想加高佢。原裝咧有少少預留空間嘅，不過咧本身好似小布咁啦，佢 set 得個剎把比較低。如果你要 set 高佢嘅話咧，右後就會縮短咗。所以如果改翻呢啲把咧，改40mm 抬高至60mm 抬高都可以㗎。原裝嘅座管咧就冇乜變化，都係用上52cm 嘅長度鋁合金座管，同出邊絕大部分品牌一樣，佢俾嘅腳踏咧都唔係啲咩好嘢。老實講，未必啱大家口味，所以凡係訂鈦黑雙色設計嘅呢款 Leo 咧，我哋送你 RC 3啤領快拆腳踏，轉得更順，踩得更加爽。好多人玩 Leo 咧，中意做襯色效果。依家我哋幫你用優惠價換一隻襯色嘅中空牙盤落去，再套埋52齒嘅盤片，有助提高騎行時嘅速度感。3隻顏色俾你任揀，包括金色啦、紫色、紅色。歡迎 WhatsApp 查詢呢個優惠價格。為咗方便大家做一啲升級，我哋做咗份升級價格表，裏邊分門別類咁詳細話俾你知，我哋有咩配件可以啱 Leo 改裝。佢改裝完之後嘅好處同埋價錢，唔使你逐樣問，咁貼心嘅服務，我哋酷溫實俾到你。如果想經濟少少，你可以考慮鋁合金前叉嘅版本，都係3880蚊啫。如果想玩科技感啲，電變版本5700蚊。圖表入邊有嘅顏色呢，我哋都有現貨嘅，即日落單，最快即日送到貨。我哋酷溫提供全港免費送貨到樓下嘅服務，由專業嘅單車技師親自送上門，送俾你嘅時候，師傅仲會親自教你接車、電變應用、日常保養嘅心得等等，全程專心專注咁樣一對一招呼你。
喺交收嘅時候咧，你可以即場試踩翻幾個圈，有咩覺得唔妥想調校，師傅咧都會即場幫你處理。如果想買 Leo， 記得揾我哋酷運幣查詢或者 WhatsApp 54829987，期待你嘅光顧。